闽南语连续剧大下注。啊，好兄，拄则阿姨甲我讲，爱我照顾你后半世啦。拄则美娟来走来甲我讲，你讲你爱我照顾你后半世人，我知，一定是阮阿母吼，甲美娟沟通好的，要甲咱杀做对啦。是讲吼，你若袂嘛无要紧啦，你就照你家己的意思啦，你莫歹势啦，吼。啊，好兄，敢讲你对我的过去一点仔拢袂计较？袂啦，我要来计较。我若要计较，嘛袂等你等遮久，等到即马还佫坐一条咧等。啊，好兄，其实我感觉阿姨讲了真有道理。我免阁辜负一个伫我身躯边对我遐尼好的人。文英，你的意思是？乞丐周生，还有阿爸，乞丐周生，阿爸，歹势啦，我是知哦，想过头欢喜啦，我咧甲恁参拜哦，实在是袂晓咧招你啦，我较正经的啦吼。阿爸，我真欢喜哦，我即马哦食较遮侪吼，我会当娶某，会娶到文英呢。我是要来报告一个好消息，我咧讲吼，我身体真勇呢，我会当甲咱饲家吼传宗接代啊，有梦啊有梦啊，吼！阿爸，你在天之灵，你底下放心啊吼！哎呦，我遮侪啊，文英嘛袂少个啊，文英感觉佫会生。我听老遐人讲，上少就袂了呢。阮阿公讲，30岁年差，40岁月差，50岁日差，若60岁，毋错拢无差。我乞丐祖先啊，文英遮侪啊，但嘛毋知会生话。
是讲我紧啦，我会尽量啦。啊，我安尼高声文英哦，尽量啦。啊，阮拢会尽量啦。啊，万不哦，文英若真正袂死，你就唔通怪伊呢。啊，你电话爱斗破片，爱破片，啊，恁尽量啦吼。啊，大家拢尽量啦。若有当哦，小点会在新查某拢无要紧啦。啊，恁欢喜，啊，我嘛欢喜你咧，吼。啊，大家拢尽量啦吼。你用保庇，好阿爸，你用爱尽量咧，你上听我，尽量吼，尽量加保庇吼。好吧，我少年无出票，啊，食了出来出票。我哪有摕什么地契啦？你无，你搁敢讲无？迄个讲你毋是讲什么药厂啊？要带你去什么投资做生意哈？你有讲过无？你有讲过无？你给我摕出来！你给我摕出来！你给我摕出来啦！哈！我知影，我知影，一定是我摆互你，所以你有偷摕对无？你这个贼仔，你甲摕起摕出来啦！哇！无对啦，地契是我起底来啦，我使投资啦。你知影无？我逐工就伫公妈面头前一只拜一只求啦。我求性命哦，甲我斗保庇，保庇讲我这届投资会当成功啦。我若是成功了后，我若甲我过去所卖土地拢买倒转来，我这就是为着什么？是为着我单价好呢。有啥好讲啊？即摆就要趁钱啊！我嘛有摕钱倒来啊，你嘛有摕啊，对无？有摕啊！陈建昌，你敢知影？咱即摆干到剩这个厝尔？假使你若投资失败，啊，你咱连赚钱都无，你知无？你哪会屌你？你莫让人拍只衰啦！失败，你大家就讲我是失败，就算讲我是成功，你嘛讲我失败，你太衰啦你！好，好，蛋糕哦，我是收袂掉啊啦！你讲都无唔对，我太衰啦！你上好吼，叫恁蛋糕的祖先哦，甲你保庇哦，保庇你即届会当成功哦，若无，我嘛无办法啦啦！哼！为你上下等你每一日，等你回阮笑。写予你的这张批信，是阮暗恋你的心。用着阮真心写出每一字，希望你看见。敢是你袂记将伊来拆开？你敢知影迄张批信写一个暗暝？等你啦，等你每一日。等你回阮消息。这间好咧。好，站起来这，哦，就来叫你们家来斗看者。哦，阿福啊，恁结婚的日子我拣好啊啦。安尼哦，嘿，但是啊，后个月初八，哈，我做咩啊？希望你看见，敢是你袂记将伊来拆开？你敢知影迄张批信写一个暗暝？等你啦，等你每一日，等你回阮消
个，迄300巴掌。 300巴掌，好，需要你，好。来，好，谢谢了。阿言才来了，哈。洗头去啊！啊，你即摆一直看，看了，看我生意好，你嘛通请你，哈。阿姐，你看伊啦。啊，得高粱啊！当年嘛唔通安尼大人大种啊，参一个走的人直接咧乌种，啊，有厝边头尾听到，你唔惊人笑是唔？啊，惊人笑，哎呦，我嘛为着你，阿福啊。哦，诶，高粱，嘿，歹势啦，这个啦，较早哦，我就真得失你，完了，互你真凄惨，歹势，啊无安尼，拢包害，这摆吼，我总害你，我今仔生意卖做，今仔日看你要食啥物，要啉啥物，拢我请，拢算我的，你看喏。诶，福啊，啊你都无法烧咧，啊你才变安尼，啊，啊本来我的人就安尼，我的人就好斗阵咧，你来嫌我这间薪水金，啊无，咱来较大间行。你笑讲远的，啊，到你若要请我，恁这间就足齐操的啊！你等我等下店收收的，好，等我，我随来传传的，要紧哦，等我。阿姐，啊你也无大无志，要请人一个食饭啉烧酒啊？哎，你讲啦，从恁啊，你都唔捌，咱厝边斗吼，大家就爱和平相处。人讲哦，和气生财，吉气就收财，对不对？啊吼，高粱，啊无我好教啦，啊主后无大无细，人唔忙啦吼，啊带念伊阿莲辛苦。什么意思？可怜啦，现在等下切草去，好，啊我来传传，好，紧紧。啊，就这么真奇怪，就我通带，啊比叫该遐济哦。李官。哦，你今仔来了看我哦，免烦恼啦。今仔恁头家哦，无要做生意，你别互骂啦。无要做生意，是安怎？因为哦，阮老姐要请你。你请啊？头家，啊你来，紧斗收收的，今仔日好，紧，快紧。哇，头家，嘿，我今日来哦，是要来向你洗头路的。哈，要打洗头咯？无啦，是我要洗头路啦。你今仔日开始，我无法度再摕你斗相共啊。啊，你若是安怎啦？你点才做到最好好啊？你即摆先，哪会一个常常讲无要来斗相共？我要出国读册啊。哈？要出国读册？阿母，阿母，来，我跟你讲，较等哦，沙西米切较大盘的，啊这寿司用这一个，啊个这300行行的，吼，啊虾啊切较大盘，啊个咱内底迄款上大间的沙皮哦，摕出来稳稳的，我较等下要请巴掌条头家过来啊。你是要要请高粱啊？阿母啊，啊就安尼啦，咱厝边斗吼，啊我定甲伊乌用啊种甲安阿妈滚遐大条，安尼嘛唔好，啊本娘嘛捌讲过，咱厝边斗做生意哦，唔通伤计较。啊，佫上主要，阿母啊，讲真咧讲哦，毋是我爱讲，咱大不当你安尼共养，安尼共骂，安尼好啦。人咱无娶某，无搞厝啊，无大无细，啊，唔通就咧可怜啊，后摆唔通佫共骂啦，吼。母娘，我跟你讲，母娘，你莫做啦，啊你安尼昨昏安尼无用沏茶，无用规工，一定足忝的，今仔莫做，你休困，我尋阿母做做，来。袂啦，放遐，我袂忝啦。后迄个袂忝，人都是天炮来讲，迄火车嘛着爱听火炭。来，你别啦，转来啦，等下厝我嘛无聊啊。袂啦，你别我看咧，来，转，叫我来有阿母伫啊，你放心。哦，哇！啊好，我听某讲听这样的啦，叫因某着等去休困，啊我这个老着要点早做，我哪会差遐多？新宝，这种啦，这哦叫做爱情的力量。什么爱情的力量？啊，你两个人搁踮咧开讲啊？你讲啦，啊，唔着紧来讲，阿母啊，去的啦，迄啥物紧用的啦，人讲了较早来要来啊啦，来无通红染就歹势，紧嘞，啊，啥嘛紧行的啦，要紧，啊，嘿，啊，你讲啦，啊，你还搁徛咧啊？内底迄款沙鸡哦，上大间那一罐，摕出来，稳稳的，紧，哦，你讲紧去讲，哦，紧，阿母啊，安尼搁看啦，紧啊，为你想
双啊双胞胎，买买啊200分哦，树袋金块伊着历史你着啉哦，啉。阿母，啉吧，有啉，吼，输完了有啉，安尼有准算无？哎，对啦，国话，双啊双胞胎，买买啊200分哦，半箱金块伊着外输我着啉哦，嘿，啉，搁啉。金宝，卖个你妈啦！阿姐，你干嘛这样子那么奇怪啦？啊是安怎？你输金宝嘛啉，啊妈这样子也输金宝嘛啉，啊你是到底是啥来拼酒啦？啊我输我着放开啉，啊免来知阿母手咧啉。姑娘，安尼唔对哦。我是阮老母的囝，我若输，伊甲我啉阿公的茶。啊，你同阮老母啥关系啊？啊，你输是安怎阮老母来啉啊？啊，我才会知啊！啊，恁老母着喝着啉，啊，伊着啉，啊，我输伊也要啉，你输也要啉，啊，我要猜猜恁老母一直遐爱啉。啊，唔是拢我啉哦。无啦，你，咱啉，好走。阿姐，好啊啦，我看你三人拢烧酒醉啊，卖啉啊啦。无啦，啊，袂啉作罢咧你咧。食菜。你讲啦，你。好啊，这四查几啊讲安尼无唔对啦，咱酒着啉足多啊，食菜食。姑娘，你即摆叫什么人死查鬼啊？啊，就迄个美馆，迄上后讲我下层后的迄个啊。姑娘啊，但你嘛唔通安尼，无采咱讲好啊！啊，菜草你也敢食，杀鸡你也敢啉遐做去啊！你还佫叫阮查某孙来死查鬼啊！你安尼敢对？安尼。姑娘，嘿，你敢知影？我今仔是啊，咱要请你啉烧酒。是安怎要请你烧酒？咱讲是，我的人玩得真好心，玩得真冷心。我是想讲吼，啊，咱厝边头做遐久啊，啊，逐工安尼玩嘛，毋是头路，对毋？啊，我是看你讲家一个人，啊，无亲无情，啊，罗汉脚家己一个独生啊，带念讲你阿莲辛苦，什么意思？可怜，我毋则请你食这顿菜炒。可遐奇。啊，我罗汉脚我可怜，啊，你罗汉脚你就无可怜，我也要信。姑娘，我甲你讲，阿本也讲吼，1、2、3，你听有吼？过3工，我就要娶某。